千人重返金鐘，重新出發。2年前5點58分之後嘅每一幕，每一位參與過傘運嘅人都記得一清二楚。1000人喺2年之後再返嚟，喺當日警察放第一粒催淚彈嘅一刻，默站3分鐘。而當日宣布佔中開始，喺馬路喊晒嘅戴教授就同埋陳健民、朱牧一齊重新踩上金鐘嘅大台，分享佢喺傘運之後點樣由黑暗嘅隧道走出光明。喺1週年嘅時候，其實當時嗰個氣氛係相當之係灰暗嘅，但係到咗2週年咧，你見到嗰個情緒都開始已經有轉化咗，就係尤其是我相信係今年嘅立法會選舉之後所帶嚟嘅一啲新氣象。亦因為民主派喺立法會得到好成績，幫佢揾到黑暗嘅出口。對於傘運被指係失敗，陳健民認為呢2年傘後組織嘅出現，後生仔落區深耕細作，反問點會係失敗呢？朱牧就關心，因為傘運犧牲工作、時間甚至被捕嘅人，佢呼籲市民要關注為運動付出嘅普通人。要提到傘運期間嘅一眾指揮，一定唔少得嗰陣時嘅學聯秘書長啦。走咗一條好黑嘅隧道，行到出嚟，終於我哋見到一啲方向，見到一啲曙光咧。即係我覺得今年其實你包括喺立法會選舉或者喺其他唔同嘅事情上面都見到，其實香港人係開始重拾翻嗰種信心，係開始重拾翻嗰種希望。佢話抗爭曾經令人同人唔信任加劇，戰友互相攻擊。佢希望仇恨唔好繼續循環，提醒大家勿忘初衷啊！我睇蘋果動，因為佢報道新聞嘅速度有我出拳咁快，很準。